廣州天河嘅公益咖啡店宇星咖啡推出一款白切雞咖啡，原來佢依份創意係藏住一個暖心嘅初衷。呢款咖啡嘅做法十分特別，先用冰塊打底，再鋪上帶有葱薑香嘅白切雞塊，之後倒入牛奶同濃縮咖啡，最後撒上薑蓉同淋少許醬汁，將廣東特色白切雞同咖啡強行融合。其實佢嘅設計初衷好簡單，想整一款夠代表廣東嘅咖啡，借創意吸引大家關注孤獨症群體就業問題。睇法直接兩極分化，風格極具爭議，不如問下街坊朋友。離晒譜，白切雞係正正經經嘅餸菜，咖啡係飲品，點行得通？淨係睇個杯都覺得味道夾唔埋，頂唔順，完全冇胃口。擺明係搏出位，糟蹋傳統，係唔係為咗增加流量啊？夠晒大膽，咖啡香混埋白切雞嘅清甜，或者有驚喜。佢哋初衷係做公益，想大家關注自閉症社群，唔使咁苛刻啦。唔算糟蹋，咪就係一次得意嘅味覺實驗咯，唔算壞事啊。其實呢杯咖啡根本冇正式發售，純粹係實驗品。講到底，創意係見仁見智，但呢份善意就值得大家細品一嘗。